主后2024年10月15日，每日圣安宫读经，上主拢有参与的结局。圣经咱做来听读，耶利米书24章第10到第10节。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对耶路撒冷将约雅敬的囝犹大王约雅斤以及犹大国的官员、做工师傅甲拍铁师傅，拢掠去巴比伦。这个代志以后，上主予我看见伫上主圣殿头前有2人无花果，一人真水，亲像初熟的无花果；一人真歹，歹甲未食得的无花果。上主问我：耶利米，你有看见甚物？我应讲：我有看见无花果，好的真好，歹的真歹，歹甲未食得。上主阁对我讲：我上主以色列上帝要将遐个对即块土地流亡去巴比伦的犹太人，当作好的无花果，好款待因。我要看顾因，赐福因，带因转来即块土地。我要甲因重建，袂甲因拆毁；我要甲因栽种，袂甲因废出。我要赐因一粒认捌我的心，承认我是上主。因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因的上帝，因为因要一心一意归向我。上主阁讲：犹大王西底家甲伊的官员，剩落来留伫即块土地的耶路撒冷人民，以及住伫埃及的犹太人，我要甲因当作歹甲未食得的无花果。我要互因拄着大灾难，互天的万国的人看了拢惊吓讨厌因。我要互因伫流亡去的逐所在，互人侮辱、讥笑、戏弄，阁受咒诅。我要用战乱、饥荒甲瘟疫除灭因，互因对我赏赐因甲因列祖的即块土地消失。上主拢有参与的结局。犹大国的末代君王政治立场经常摇摆不定，亲像骑墙草的外交也导致国家灭亡。究其原因，在于因无稳固的信仰根基，对信仰存在错误的幻想，至到受忝异的言语诱惑，招惹师仔反受教。因为约雅敬王背叛巴比伦，主前597年，巴比伦大举入侵，攻陷耶路撒冷城，搁掠走继位的约雅斤王。这次的战役，巴比伦并无完全消灭犹大国，反倒是掠走约雅斤王、官员、师傅人和技术工人。若是伫这场战役中，袂少人先前画万事如意，忍袂得到栽赃，最后却倒甲无看人影，飞奔去别国寻求庇护，各种求生存的卑劣姿态完全现形。但是人算不如天算，上主定义要爱每一个人拢为着家己的信仰负起责任，无人会当逃避上主的审判。约雅斤王受了以后，上主予耶利米看见圣殿头前放着2人无花果的异象。无花果是巴勒斯坦地区常常会当看的农作物，营养甲药用价值具优。圣经中济日用无花果影射以色列的处境。异象中，第一人堆满初熟的好的无花果，初果伫还未长成以前，可能会威胁，无一定拢会当成熟。
伫5、6月仔成熟的，称作是初熟的无花果，滋味是上好的，是献祭的首选。另外一档是对满袂当食的歹的无花果，毋但无法度作为献祭用的祭品，也无法度入喙，只有迄角。即个异象搭切描绘着犹太国末期的两种景象。第一档初熟的好的无花果，象征第一次狩猎的对象。虽然伫旁人的眼中是做别国的奴隶，但是这个人对巴比伦的发展是极为重要的。上主常时也向即次狩猎的人民温情讲话。狩猎的过程怅然困苦，却搁较需要倚靠上主的保守。这就是考验因的信心，这会是将来复国的重要基础。另外一档歹的无花果是指米甲第一次狩猎，也是逃到埃及的人，将受战争、饥荒和瘟疫消灭。犹太国也因为安尼灭亡。迄痛苦毋是一时的，是一段搁较久痛苦的历程。这两档无花果的结局，虽然看起来亲像是由巴比伦发动的攻击，却拢是上主的审判的手所促成的。无论是保护还是攻击，上主拢踮伫其中参与佮掌管。人生的历程，毋是只有行武装高峰，才受称作是有上主同在。咱的生命历程的总和，敢毋是上主参与的过程。对第一次狩猎的子民来讲，这绝对是因深刻的体悟。拄亲像箴言第3章59、60所讲，着专心倚靠上主，毋通倚靠家己的聪明。伫你一切的所做，拢着尊重伊，为指点你的路。默想，回想过去，安怎看待捌遭遇的困境？面对未来，安怎坚信上帝的保守？回想过去，安怎看待捌遭遇的困境？面对未来，安怎坚信上帝的保守？咱来祈祷，满有怜悯的上帝，尽管我常常固执己见，感谢你还一直看顾我，求你帮助我会晓谦卑交托，因为你是实在、今在、永在的主。奉主圣名祈求，阿们。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